香港人小紅書上面嘅內容咁多，每個人都喺度諗盡辦法脫穎而出，捉唔住人哋嘅眼球，你就已經輸咗㗎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權，今日咧我哋就嚟傾下，其實有陣時我哋真係可以一眼就睇得出邊啲筆記係香港人做㗎，因為香港人做嘅筆記內容咧有住特定嘅風格咧，嗰啲一大嚿紅嘅黃嘅標題字，好大機率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做㗎啦。但係啊，如果你要吸引內地嘅客戶做呢啲咁嘅筆記咧，唔單止捉唔住佢哋嘅眼球，而且冇人會願意點讚互動，咁樣點樣做推廣啊？小紅書上面嘅內容咁多，每個人都喺度諗盡辦法脫穎而出，捉唔住人哋嘅眼球，你就已經輸咗㗎啦。用戶點擊係好重要㗎。如果我哋要吸引內地嘅客戶，我哋設計內容嗰陣時，唔單止要貼合內地客戶嘅審美同埋閱讀習慣，仲要識得點樣去捉住內地客戶嘅真實需求。所以一張具有吸引力嘅筆記封面圖係好重要㗎。但係做好一個吸引內地客戶嘅封面圖咧，呢個真係需要大量嘅內地文化背景同埋經驗嘅積累。所以我哋都係建議揾專業嘅團隊提供諮詢同埋幫助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評論區留低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